有一個盲嘅朋友，佢嚟揾耶穌，耶穌拉佢隻手走咗去村外，佢唔想喺白菜大中間做呢件事，因為中間啲人唔信。如果我哋代盲嗰個人，你會唔會覺得耶穌都幾麻煩嘅喎？即係明明即係有人帶我去揾你啦，跟住我揾到你啦，你又要帶我唔知去邊度，又要行一段路，第一次又唔係即刻擘得大隻眼嘅，跟住又唔得，又第二次先至又嚟摸，成件事就覺得喂，係燈正喎，感覺係唔係叮一聲就擘大隻眼呢？咁呢個多角度、多進路，神可以好容易就醫好我哋，但係究竟我哋去被醫好嘅過程裡面，經唔經歷到嗰個愛同埋關注，係一個好重要嘅事情咯。神有各種嘅方法，傳福音都係用各種嘅方法咧去遇見耶穌。信心好多時候係逐步嚟，耶穌體貼我哋嘅需要，帶我哋離開一啲負面好困擾嘅氛圍，但係當佢預備好我哋嘅心靈嘅時候，再會帶我哋出發，幫我哋一步一步建立信心，好似佢醫嗰位盲嘅朋友一樣，2個 steps 唔係一下子過，用一啲方法去讓人去感受到。